你每个主日都去教会领受恩典吗？许多信徒在礼拜结束后会这样说：今天有恩典啊，今天恩典不太多。他们好像在说，恩典会根据当天的情绪或者牧师的讲道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但是各位，圣经所说的恩典绝不是那样的。即使我们是罪人，神也没有放弃我们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。这就是恩典，这是已经充分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主日礼拜不是去寻找新的感动和激动的时刻，而是重新回顾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的时刻。当我们深思神爱我，拯救了我，并且今天依然紧紧抓住我这一事实时，这份恩典会让我和大家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固，